高雄有民众伫咧网络顶头打问，讲一台白车停伫咧餐厅门口，互人喊车，叫这车主赶紧来耍。警方到现场主动了解，发现规台车好势好势，怀疑讲是有人要找这车主，找无人来耍车，再利用这 AI 改图声这车主出面。不过这款的做法是嫌伪造犯罪事实，是违反刑法的诬告罪，已经通知嫌疑人到案说明。相片内底白色轿车，踏底玻璃拢互卡破，车身顶悬嘛画甲乱糟糟。高雄公山顶个月底有民众伫面册打问，讲这台车互卡甲密密麻麻，叫车主进来看车。公山分局看到打问，主动派人来看，所发现规台车好势好势挡伫遐，原来是有人透过 AI 改图，想要写车主进来耍车。不只个警方讲，这款做法已经违法。有关网友散布不实影像，除涉嫌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外，并因涉及伪造犯罪证据及虚构事实，已触犯刑法第171条为指定犯人诬告罪。拍开 AI 软体传一张相片，甲 AI 下指令，无论是甲车改做黑色的，还是规台车背景改去合环线 ，AI 拢家己处理好势。就是因为遮尔简单好用，无论是工课上，还是日常生活，遮侪民众拢会用 AI 来斗相共。不过律师也要提醒民众 ，AI 工具要用伫正途，而且若要伫网络打文，也要特别注意这几点。民众使用 AI 生成图像时，要注意切勿冒用公家机关名义，也切勿捏造他人犯罪事实。另外，也要注意有个资法、社会秩序维护法违反之问题。不是只有我们使用上注意，我觉得以后在看事情或看案件要不能够马上相信，尤其是一些比较怎么这样子？只要你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可能就不要100%相信，很多事情都要先求证。民众表示，凡是打问的人是好技术无细致打掉红线。警方强调 ，AI 改图真真假假有分辨，不过若亲像安尼伪造犯罪事实，都是违法。已经通知打问的人到案说明，同时按照刑法诬告罪函送地检署侦办。记者郭家祖、郭昭阳高雄场报道。